过来关心，昨下晡花莲东华大厦门口发生一件车祸，一只货车和后壁一只轿车弄一个真正力，规台车弄一个变90度。上憾的是讲，变车了后，这个驶货车人煞做伊走，互伊弄到的这个车主，伊的查某囝嘛讲，听到伫咧厝内嘣一声，赶紧打出来看卖，才知讲原来弄到的是家己的人。 一台银色的轿车驶到足凶的，看起来拢无要动的款。尾仔车头直接弄到头前当准备要驶车转去的发财车，弄一个轿车的车顶玻璃破去。想袂到弄完了后，轿车佫继续吹油门走去。发财车就无遮尔好运啊！规台车并车顶母仔囝3个人拢惊甲魂强要飞起。迄当阵现场嘛有别个民众看到。 看到他加速，你看那边那个地上那个，他在这里撞到，然后他又切到那个快车道，我就看到他那个后面，他前面已经猫掉了，然后他就这样加速，哇，很快就冲走。他跑掉了，那个车子肇事者跑掉，他有给他车号记起来。 轰隆的车主的查某囝伫厝内听到嘣一声，就走出去看，结果发现是家己厝内的人轰隆，唔敢相信会发生这种代志，因为伫去年因兜的人嘛有发生过车祸，嘛共款是伫准备到厝的时阵轰隆的。去年才发生而已，现在又开始。是回家的路上，我们住在那个出口那里而已啊。 轰隆的车主查某囝讲，这台发财车是今年才拄买的，这届弄一个修理上少爱开5万块，好加在车顶母仔囝3个人拢敢若受到轻伤尔。规个车祸的过程，行车记录器拢有录落来，警方已经将着弄着人走去驾驶的信息啦，真紧就会传移到案调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